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9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咱来关心头一批 A 级的预防车已经完成检验，打算后礼拜一会当开始注射，要先互有意愿的医护人员代先注，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当完整注着2筒。那咱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计划嘛已经起过，但是中即马有点名，希望后一个合作国家是新加坡。 卫福部长陈时中17暗时宣布，头一批117000剂的疫苗已经完成检验，确认这批疫苗会当使用。目前初步规划后礼拜开始注，头一批注的人为117000人改做6万人。陈时中18解说讲，是为着避免医事人员注第1剂了后，无附着注第2剂的时程，预先规划做法。 我们现在就是先确保这第一批人都可以达到2剂，但这个随时应该是滚动性的变动了哈。不过最后还是我相信第一批还是会达到10万以上。但是中等型看挂保证，虽然还无清楚后一批疫苗当时会到位，不过签约的2000万剂的疫苗会分配送到台湾。天28卫权委员会嘛表出冲突，国民党甲民众党临时提案，表决设立调查专案小组，监督疫苗的采购。和民进党立委质疑讲评述有问题，消防船关起来，即顺冻点。 台湾甲别流的互通旅游特别启动，民众关心讲后一个国家是倒一个，但是中无讲。不过，据新加坡的例，去年底解除台湾旅客入境的限制，这个做法会增加实施互通旅游的可能性。因为新加坡去年12月18号就片面单方面的开放着我们嘛，我们这边有打疫苗，直接就进去就 free 的，所以他们也希望说，是不是他们。 已经先这样做了那是不是能够也有一个相对等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大家都在研议中。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补充表示，若是新加坡有相关的想法，会当甲指挥中心讨论。不过目前还无看到类似的计划。也68台湾新冠肺炎的病例，新增加8例境外移入，是为阿曼、菲律宾、埃及还有越南入境的。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伫马祖南竿的守备大队，昨昏执行运输驾车驾驶训练的时出车祸，会着鞭炮，驾驶甲车内人送病院，加载无大碍。了解说有不明的原因，然后他就将车辆往他的路边的边坡去停滑，造成有擦撞，车子的左手边有损，但是它就是一个刮，为什么？后续是因为吊挂作业，那因为我们路又比较倾斜嘛，要去吊挂，要把它力矩的把它扶正。那吊车因为它在斜坡上作业，它必须前后去移动，把车辆把它扶正，才可以做一个吊挂的一个情形是这样。 军方强调讲，车起会着鞭炮，才会并车，是因为要配合后续的吊车，爱超过角度，才有法度吊起来，所以整架车才强翕着并车的画面，毋过毋是真正并车。会着的是，车顶的人员拢有送病院，拢无大碍。车祸的原因，即马要做专案小组做调查嘛，做检讨。 来关心代替企业工会宜兰分会有一群人要发起伫清明的连续假期依法休假，抗议代替要修改劳动条件，取消员工伫拜六加班。因为参加依法休假的人，大部分拢是暂务人员较济，若准无人来上班，火车服务恐惊就会乱糟糟，所以交通部讲，因即马也咧拍拼协商。 代替伫清明节连续假期4月7日至7日，要加强私运时段，专线加开151列次，其中单部干线运量比平时增加19%。只不过代替企业工会宜兰分会，想要伫清明国定假日依法休假，来抗议代替拍算取消员工礼拜六加班，因为代替的站务员底薪真低，真侪年争取调薪拢无结果，基层员工拢爱挖扣加班费，不过资方却是有意要甲取消。团体协议里面有明明白白的记载，就是说2轮你立刻周休。 我说并不是不能改，但是你7月到了，我们再谈再改。假如一个站1天都没有人的话，那车子怎么过？真的行家就知道就过不了嘛。他们还是认为说我们是玩假的，
事实上，我们是玩真的。提起休假的宜兰分会理事长吴俊义，伫代替工作41年，捌7月代替92年反公司化的罢工投票，逼资方坐来协商。伊强调，这届清明休假是真正要安尼做。目前宜兰分会300外的会员已经有超过2/3人数要求代替依照团协劳动条件，袂当单方面宣告改办制促销加班，都好亲像变相减薪。经过了解，伫清明连续假期请假的员工大部分是站务员，到时阵可能出现真侪人出入车站，却是无人指引分流，也甲宣导防疫。可不可以跟台铁局来做保证，说这个4月初的清明连假，对整个铁路都是畅通的。目前呢，请假的人数是比较少的了就是部长，那我们也做好所有。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很多的调度。交通部表示会持续协商，要求代替袂使伫协商前变更员工的班制。代替宜兰段已经伫18礼拜4公布清明连续假期的班表，予主管会当提早调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同款是侪云到好天，严格爱说日高大风甲空气污染的问题。咱来看云图。今日早起，东半部有局部低暂雨，宜兰、花莲、台东有局部大雨。今日各地大多数拢是好天，严格日时暗时温差较大。礼拜日有冷空气的路南，强度是瓦近大陆冷气团，所以伫后礼拜1、拜2会反寒，中部以北低温存12度尔尔。伫空气品质的部分，今日甲明仔西半部同款是高大风影响能见度，嘛持续有空气污染的状况。尤其是伫北部、云嘉南有的所在，透早已经出现红色的警示。若后日方面到位，冷空气路南，空气品质才会改善。最近空气歹的西部拢雾雾，台南对今年正月甲呾空气品质拢真无好，有空污自救会昨昏出来抗议，呼吁政府爱赶紧想办法改善。台北市顶规片茫茫茫，未少高楼层的建筑物看起来拢真无清楚。最近台湾空气品质无好，有气象专家指出，北部地区18早起以雾为主，中昼过了后渐渐变成霾。桃园新竹一直到台北新北，整个北海岸的沿海地区，仔细看的话，它的这个PM2.5的浓度没那么的高啦所以是一种雾，水汽减少了，但是有一点南边的这种污染物北漂。所以又变成霾然后南部呢，大概台中以南呢，全部都是因为空气污染造成的。西北部地区空气品质自北到南拢真差，其中伫台南应该是自1月中旬到呾，长2个月空气品质不良。敢若看18早起6个测站都有5个道红灯，另外加一个高雄有6个测站拢是红色警示。也有空污自救会要求相关单位需要提出具体改善计划。教育局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管控的这个机制，那这一些管控的机制的一个情形，还有这个稽查的这个情形，应该要对民众公告，让民众安心的把孩子送到学校。如果清晨空品就已经不好，也会提出预警。针对学校的部分，其实我们这几年在普遍设置所谓的绿围篱，可以让他们的空气能够做净化，各局处都有启动了相关的应变。那稽查的部分以力道而言，我们是比原来的非空品不良剂力道增加了2倍之多。环保局说明，台南市的空污有7成来自境外甲上风处所造成，因为地形甲气候因素，才互这寡空气污染物较会滞留甲累积。目前针对空品不良日，拢会经过应变小组作为来减缓影响。另外 ，PM2.5的年平均值去年是18.3微克，比前年改善15%，未来也会联动式检讨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台湾嘛无水，长咧欠水。行政长苏贞昌昨是表示，趁水库大底，会拜托国军来到清水库沉底拖沙。另外，水利署嘛长咧研究，要针对用水较上重的企业加扣钱。行政长苏贞昌嘛是强调讲，这是针对企业，所以民众的水钱未起价，唔免烦恼。另外，湖山水库的水即嘛脱水量剩无5成，所以会减少供水。湖山水库总脱水量是5080万吨，供应云林县、嘉义北部、甲中华南部的民生用水。
毋过为3月初开始，跳水量为原本的57%降到47.8%，甲去年同期的满水位来比，水位规个降价14.7公尺。云林县长张立善18去水库勘查用水调度的时阵，呼吁民众都要准则用水。现在目前到5月底大概是用水无虞的哈。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还是在这个时候大家缺水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乡亲共同来发起这个省水节水。全台湾水情正热，中央甲地方拢推出相关的措施，已经请水利署建议要扣放水费，是针对1817户的用水大厂，不过起水钱未起到民生用水。而这个耗水费要不要开征？要用多少的标准门槛？业别要不要分类？新兴的、传统的，风水期要不要科？还是应该只科枯水期？水利署指出，全台湾减压供应民生用水，各城市省水的比例是5%。因若新建紧急海水淡化厂，各66港就会完工，还佫引入自来水供水系统。台中线内嘛伫台中港起紧急海水淡化厂。水利署表示，相关清点的工作当地进行，包括欠水甲排水等等的所在，拢已经现场勘查。部分的机组爱为外国进口入来，目前已经有咧季节。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湖日报》。国民党籍高雄市议会议长詹丽燕，互人互检调掠着讲，借人头诈领助理费，对2010年到今已经有11年久。检警昨昏发动搜索，嘛甲伊带登去审问，结共有约谈9个被告，5个证人。今日透早，詹丽燕以200万交保，替伊做小的小妹是互检方申请羁押。来看《自由时报》。虾皮网络买物件平台昨昏价185块的两塔，计小写做35块，引起民众一个报一个，一人拢饲我去买，赶紧去网络注文。尾仔呢，虾皮卖场是拢取消全部的订单，全部拢退钱，嘛有提供拍折券做补偿。然过有消费者不满，台北市的消保官就讲，因已经有接到30件的申诉。来看《联合报》。台北市政府去年嘛有受理66件甲共享交通工具的申诉案件，其中以共享奥多拜上侪，计共有41件。消保官是提醒消费者，行车的时爱小对一个车的号码甲车身，还有停车位，这拢爱翕相，安尼对家己较有保障。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气泡计划已经定案啦。帛琉的总统嘛打算伫28会来咱台湾访问，要来推广旅游。这嘛是疫情爆发了后，头一摆有外国元首来咱台湾。另外，法国的参议院优待小组嘛打算要来咱台湾访问，严格去互中国施压。优待小组的主席理查即嘛表示，伊要来咱台湾的计划并无改变。一箱一箱的物资，还有往来的图，选择支持自由往来。外交部甲法国在台协会，还有厂商的代表举行台湾法国防疫物资捐赠的仪式。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龚顺明表示，面对疫情的危机，就是展现台湾甲法国友谊的时阵。进前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写配合法国参议员优待小组主席理查，威胁取消访问台湾，而且无应该甲台湾接触。龚顺明表示，去年都捌和理查伫法国见面，理查有讲到真想要访问台湾，相信一定会当实现。And he told me that he was eager to come back, so we will welcome him here if he comes back. On the COVID situation, but when the doors are open again, when we will be able to travel safely, he will probably be there. 面对中国施压，法国外交部发言人17表示，法国机关会当自由决定因参访甲拜会的计划。根据了解，理查嘛已经回配合卢沙野，伊讲优待小组的成员拢了解嘛认同法国一直的外交立场，即阵也袂向台湾民意的特定趋势传达任何鼓励的信息。不过嘛，确认袂改变国会甲台湾政府见面的计划。目前我们知道法方他们来台湾访问这样子一个意愿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台湾这边我们当然是热忱的欢迎。即马台湾因为疫情控制了稳定，已经准备开始接待外宾。帛琉总统会事人28会搭专机来台湾，这嘛是疫情了后头一届有外国元首来台湾。那因为访台的这个规划，目前我们都是在积极的办理当中。会事人28会到台湾，按算伫遮点5天的时间，4月初1会甲互通旅游头一个出团的飞行机做伙登去帛琉。访问台湾的期间，除了参加推广旅游的活动，嘛按算伫咧3十拜会总统蔡英文。外交部表示，希望台湾甲帛琉的互通旅游会当重振两国的观光，深化友邦的情谊。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69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例，目前是998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4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160万例，伫印度是超过114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29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24万例。来关心欧洲的药品管理局今日表示，阿斯特捷利康 AZ 的预防剂对付病毒的效果是有效果的，好处赢过风险，所以建议爱继续注射。所以即阵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甲西班牙，在进前烦恼注射了后会脱血路，所以暂停注射国家拢已经宣布讲要恢复注射计划。本来就无因为肺栓记录法庭的比利时布鲁塞尔这间注射中心，许多人照样来自第一档预防剂。应对这种预防剂的熟悉，就是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的结论 ：AZ 预防剂安全有效，好处赢过风险。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for the whole society that we do it. EMA 18记者会，欧洲有将近20暂停注 AZ 预防剂的国家正重视，因为结论就敢若是替 AZ 预防剂开绿灯。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拢宣布恢复注 AZ 预防剂。This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Its benefits in protecting people from COVID-19 with the associated risks of death and hospitalization outweigh the possible risks. The vaccin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overall risk of thromboembolic events or blood clots. 不过 EMA 无法度完全排除所发现的极少数血栓案例甲预防剂之间的关系。In a few cases, tiny clots developed in multiple blood vessels in the first 7 to 14 days after vaccination, a condition called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The evidence we have is at the moment not sufficient to conclude with certainty whether these adverse events are indeed caused by the vaccine or not. 不过，瑞典并无因为 EMA 结论遂恢复注，因国内有一位健康的妇人伫咧注1礼拜了死亡。官员讲，也怪几天的时间做决定。对预定阿斯特捷利康预防剂一直拢较有信心的英国 ，EMA 这份报告只是强化官员对注射计划的宣导。首相强生18讲，拄好19伊就要注预防剂，而且注的就是阿斯特捷利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东京奥运有影是告诉咯，过4个月，东京奥运就要开幕。负责开幕闭幕表演的创意总监佐佐木宏，因为建议日本艺人渡边直美去搬做奥运池，引起争议。宏批评了后，即马伊嘛请辞落台。现在学年，面顶总是笑容的日本的艺人渡边直美，因为趣味演艺风格伫日本甲台湾正受欢迎。这马传讲，日本东京奥运的开闭幕创意总监佐佐木宏，不提案用奥林匹克的英文讲音奥运都，和渡边判做一只都对天顶降来，互人批评是歧視。記事の見出しを拝見し、私としてもショックを受けておりました。発言は不適切であり。大変遺憾と考えてい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日本媒体报道，这个提议是2020年3月由当国开闭幕的创意总监佐佐木宏在成员的群组内面提案讲，都等于是渡边直美，要让互人看到变身这部分的果子嘞。这种发言受到真侪成员的反对，只嘛因为对于提案的不满声音愈来愈大，一直责备会失的承认家己安尼讲无适当，也失掉当学创意总监。大会まであと4ヶ月と迫っていたことから、佐々木氏の存在は式典を成功させるために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ります。組織委がジェンダー平等推進を重要施策として掲げている以上、辞意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
66个佐佐木宏是广告公司电通的创作者，不用白色的彩卷做主角，拍出一系列的广告，和软文手机的广告抢红。不过专家讲，那伫咧奥运开幕加大考的女性比有诚侪拄的表现，恐惊引起国际上的批评，认为日本是歧视之国。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美国甲南韩的外交国防2+2的会谈已经讲煞，双方甲北韩非核化这个议题，得做是两国同盟上要紧嘛上界大声爱做的代志。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已经飞去阿拉斯加，要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韩美外交国防2+2会谈结束了后，4个部长18当即伫首尔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北韩非核化是韩美同盟最优先的事项。不过，当日几多点钟前，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引述外交部第副部长崔成基的谈话，讲美国捌透过第三国真侪管道，用电子邮件甲电话消息，要甲北韩接触。不过，崔成基讲，这亲像囡仔伫耍。布林肯伫记者会上讲，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减少北韩对美国也甲其他盟友的威胁。并保障两韩人民的生活。伊个顺续讲，中国也当扮演正重要的角色，说服平壤进行非核化。We have a shared concern, a shared interest in having a strong, effective, and coordinated policy and proceeding together in lockstep. We're focused on reducing th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our allies, posed by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its missile programs. 로서도 일본과 과거사 문제가 있기는 하나. 한반도와 동북아 안정과 평화를 위해서는 한미일 안보 협력이 중요하다는 것에 기본적으로 공감을 하고 있습니다. 韩国也佮有驻韩美军代理大使拉姆森甲韩国军会分担协商大使田文虎完成驻韩美军防卫会分担特别协定草约的签署。南韩今年的军费分担费用达到1条1800亿韩元，甲去年比较起来是起13.9%。拢总9天的韩美例行性军演也伫18号结束。今年因为防疫旅游取消户外演习，全部改伫指挥所用电脑模拟训练。美国演习了后的评论讲是圆满成功。I am here today to reaffirm to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奥斯汀17拜访南韩国防部的时阵强调，维持韩美联合防卫是首要的课题。韩美两军应该具备必要的时阵，会当及时执行作战任务这种的战备状态。布林肯甲奥斯汀18会谈了后，前往青瓦台会见南韩总统文在寅。了后，布林肯单独飞去阿拉斯加州，甲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会合。伫安哥拉致辞，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举行头一遍面对面的会谈。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中国高层的会谈，今日会伫阿拉斯加举行，双方的立场态度拢大真硬。美国强调会关心台湾甲香港的议题，不过中国即马是骂美国干涉内政，煽动反中国的情绪。美国总统拜登进前批评罗西亚的总统普丁是杀人凶手，介入美国的大选，爱付出代价，引起罗西亚气噗噗调回因驻美国的大使。不过普丁是表示，伊同款会甲拜登做视讯会谈。来看日本的资社馆东海第2核电厂，因为无法度确保安全性，即马互要求爱停止运转。当地地方法院即马嘛判决啦，判讲无允准核电厂重新启动。中国暂停咱台湾的往来进口，咱台湾的往来家己找出路。去年的往来昨昏有16栋销去香港，接落来阁要销去日本。另外，同款受中国阻碍，也阁有大档的往来设计，即马咱嘛突破冷冻技术，要销去杜拜。一箱一箱往来设计为冷藏柜送去的货柜，这批台湾设计突破冷藏技术，头一届要送去6000多公里远的杜拜。台东县是往来设计主要的产地，平均年产量是12000多吨，9成以上外销中国。不过这2-3年外销受到阻碍，农民是希望拍开更较侪外销市场，只不过冷藏保鲜的技术一直无法度提供运送去更较远的国家。今年台东地区农会引进有冷链新技术的厂商，用规工会当保障氮气、控制空气成分的电脑设备，互往来设计会当困伫货柜内，安尼就会当一直正生。那预计14天之后会到达杜拜哈。那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必须维持它的里面温湿度的一个平衡，以及里面空气的一个品质，就是里面的冲淡。
克服运送保鲜的技术。不过，货柜业者表示，新的冷藏设备可能会增加运输成本将近1倍。农民希望未来会当降低运输成本，安尼外销的管道才会当继续落去。货柜象征性的风柜，同款变外销，也有分林的往来，18风柜要出口去香港，数量是16.8吨。分林所种的品种主要是金选往来，产期是4月至5月。虽然中国暂停台湾的往来进口，分林县政府甲高科永兴果菜生产合作社拢表示，也会陆续找出其他的订单。除了这一单之外，我想之后陆续我们还是会往香港去。那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的部分，还有东南亚像新加坡的部分，我们也会陆续在4月15号盛产期之后来陆续做相关上的一个安排。即马分林的往来陆续开始采收，县政府是讲，伫出口方面，除了香港，会继续争取外销去国家及国家。另伫国内也已经用电商平台、企业团体购买，也甲团线市场，互往来会当更较有效率。记者综合报道。体单大车拼，咱来看中华职棒昨暗伫2个所在相战。伫台南的是富邦对统一，富邦以14-2拍赢；另外伫台中是两场大战，中信兄弟以5-1拍败味全龙。开了这颗球，要传3垒。虽然三垒手动作较慢一些，不过球员顺利完成盗垒阻杀。即天胜利的中信兄弟捕手林明杰，第一球就替投手化解6分的危机，而且林明杰不但手臂有表现，打击也有发挥。林志宇这个速球被打穿了中间防区，形成安打。林明杰这支安打，甲二垒的队友送大，和中信兄弟伫咧第2球就先提分。同款正汉的先发上场的三垒手杜家明，伫第4局也要互教练好印象。这个变化球打穿了3垒防区，形成安打。拍透过三垒防区的二垒安打，带有2分的打点，也是这场比赛胜利打点。杜家明单场4支安打3个打点的表现，加受伤林明杰手臂5阻杀有通比。打者回空，球传向一垒，这个球一垒审说 out。林明杰看这一垒，掠到离垒保上分的跑者，最后中信兄弟由李振章将门关起来，5-1拍败味全龙。林明杰打击有3支安打猛打上，手臂有5遍阻杀，包括2遍盗垒阻杀。第30岁胜利即天摕到单场上有价值球员。另外一场富邦统一之战，2队总共共做3支红ground，包括西队的郭富林先共做伊这季第2支红ground，也不过汉将的打线差不多每一支拢开花，高国辉甲林业全也有红ground，而且也分别只跟他差2垒打加3垒打就当达成完全打击。富邦全场共做16支安打，14-2拍败统一。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爆发了后，生意有影歹做。台北市的树林夜市啊，真侪店头拢收起来啊。伫台北东区的地下街，疫情爆发了后嘛，因为无啥观光客，最近伫中浩复兴站即带店头全部拢甲铁门救落来。原因是本地包商未堪得一头了钱，所以提早解除契约。目前已经换新的包商，当地做装潢，希望会当开放永贵光景。忙去东区地下街规排店头铁门拢救来，人嘛无几个，大部分拢干那过路尔。也有民众特别来遮踅街，确实看无啥，难免有淡薄意外。因为我手机买新的，要来买它的套子，它是定做的，我觉得还不错这家，结果来才知道说哇是这样子。因为疫情的影响，原本做中校复兴站9号、10号出口西边，拢总52间店头的承包商，伫2月底提早解约。目前是新厂商移交甲装潢期间，105月重新开幕。另外一边40间店头也是正常营运，只不过新装潢了的地下街，是不是当个吸引人来踅街？民众甲店头头家好像唔敢唔忙。店家的话，我觉得有点普通，因为这都只是路过的人，就是不一定会停下来看。会持续一段日子。但之后要看他们怎么经营。人潮相对减少，只剩1/10。之前我们很寄望柯 P 说要救东区，那真的很指望他，但是之后很失望，我觉得他并没有动作。台北市议员18带队到地下街会勘，过质疑8级公司新标案金额伤低，敢若承包商有好处，身具厂商交接期，互地下街变空城，根本都无成立。你这中间就大概2个月的这个没有办法营运的状况在这里，其实人潮流失以后，有时候就很难回来了。我们再来跟厂商再来协调，就说，他怎么来回馈这些商家啊？那
办活动一起把生意做起来，这个部分我们的后续可以才处理。台北集团公司表示，未来会结合东区商圈甲地下街，杀出更较侪相关的活动，互人甲市草会当烧落起来，协助东区会当找回来以往的欢迎。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甲镜头来屏东。屏东的信义新村是自日本时代就起的军官宿舍，即马是一直保存到呾，是历史建筑。是规划要做未来地方的文创园区，嘛已经完成整修，即马要招点头入来进驻，来带动地方的观光。融合多元时代风格的信义新村，是因为日本军队伫屏东设置的飞行团官舍。战后时期，佮成做国民政府的国军贯穿，见证过台湾2个重要时代，是已经超过80栋的历史建筑。即马总算全面完成整修啊！园区的人行道工程整修完毕之后呢，所有的品牌陆续的进驻，那人潮真的变得很多，然后有多元的店家进驻，其实对我们园区来说是帮助很大的，因为每一个游客来都可以有不同多元的，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为着要活用这个历史建筑群，县府甲这正式号名做信义新村创意生活园区，招侪在地文创人才进驻。有独立册店、餐厅、咖啡馆，也佮有艺文展览的空间等等，希望推动地方的人文发展，也通好促进观光。以过年来讲的话，每天大概比平日的人潮多2到3倍左右。现在的话，比之前也都还要好这样。最后一批的这个店家当中，其实有一些是还没有修缮完成，那有一些店家是因为入选之后，他可能也来不及，有少数的几个店家几个空间我相信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门。除了多元性质的店头，信义新村家也会举办一寡市啊、写生、表演、甲 DIY 等等的活动，希望会当吸引到国际游客来这行踏，感受无共款的时代感甲人文气氛，也通好互老贯穿，搁再充满生命力。记者综合报道。农业爱靠天食饭，若销路是爱靠头壳变巧。伫屏东九如的阿宝寮是一个农村社区，即马因有研发用手工的菜西饼，甲一罐菜西速达，一罐内底物件真丰富，有金瓜、有番薯，佮有棉豆啊，食落真爽脆。即马因的订单是接白哩。真侪职工分工合作，有人咧切金瓜，有人负责甲切好的菜一片一片放入去烘。这是屏东九如乡的阿宝寮推出的综合菜西干，因为因用纯手工制作，有袂少食过的民众拢讲食到会煞脆。它是那种烘干的那种，就是很清脆、很爽口、很好吃。它不像炸物那种会有油腻感，它是很清爽的甜还有脆的感觉。阿宝寮是一个以做食为主的社区，若靠天食饭，嘛着爱看市场的需求。有当时会拄到销了歹的情形，所以伫屏东县农村再生办公室的辅导之下，开始研发菜西干，而且为了对外观的吸引民众，搁请设计师来设计外包装。我们算是属于农村社区嘛，然后我们一些农产品有时候都会面临滞销的问题，我们以我们那个蔬菜干作为我们的社区产业。然后来提升农民的收益。一般比较为大众诟病，就是说社区的东西都很好吃，可它的包装是非常的简陋，所以我们也鼓励社区在进行包装设计之前，就先去比较说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可以看到包装形式是什么，也请专业的设计师跟社区媒合。社区发展协会表示，菜西烘干了后，干那简单调味，保留上天然的气味，而且食到嘛更加健康。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提供予新竹科学园区用水的保治水库，今麦的脱水量敢若剩10%左右。水利署的官员甲新竹县长昨昏有去巡视水库，今麦嘛当地研究讲，敢有法度用桃园的水来供应支援新竹地区。提供新竹科学园区主要用水来源的新竹县保利水库，目前有效吞水量只剩10%左右，特别大地啊。虽然讲即马当个研究。桃园支援大新竹地区的水量，监管府对每天的20.5万吨，进一步提悬至22.5万吨。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趁机会建议中央增加设置宝山第3水库。我们必须要开源节流。那开源的部分，我们新竹县也特别建议，希望在
宝山有第三水库，以及凤山溪的水也可以做蓝河堰。因为这个都需要一些调查评估了哈，这个部分我会依照县府的建议，我们会继续来评估啊。除了关心水库水情，县长杨文科嘛带县府一级主管参厂商斗阵来到附近的庙寺求雨，希望天公伯啊赶紧落雨，解决欠水问题。我们这个祈求老天保佑啊，赐给我们雨水。那我们自己也要努力，那怎么样去节水啊？那这个而且呢，另外在地方上呢，将来凿井取水呢，这些事情呢都会面对。新北市的部分今日也宣布成立控花欠水大队，参自来水公司合作，以民生欠水5%，企业欠水10%做目标，呼吁全民做伙来控花。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新北市新店14张这大居民，昨昏甲文书工作者去内政部营建署门口开记者会，因是指控新北市政府伫遮要进行开发计划，严格拢无参考在地民众生活习惯甲历史背景，要求内政部爱退回这项开发计划。若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因会搁去迄个所在，甲当地乡亲做沟通。新北市新店区14张的区段征收开发案正伫咧进行。3月18日，14张的在地居民甲文书工作者伫内政部营建署头前开记者会，因讲新北市政府的开发计划拢无按照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甲历史背景，要求内政部退回新北市政府的开发计划，叫新北市政府爱甲居民沟通对话，才重新开发。照新北市政府这卖规划。这份环状线南机场以北倾斜的部分，按算是做公园的用地；南机场以南南侧的部分，要当作住宅加商业使用。受影响的地主至少400人以上。严讲这内底大部分拢是产地，徛家差不多10户。这个黑线是捷运局的机场的围墙，很高，3公尺、4公尺高。这里是庄金高中的围墙。这里是快速道路，你觉得这个公园究竟给谁用？没有公益性，不止边陲，而且根本没有通路，只有民生路一条路。民生路不要以为是路哦，只是5公尺的小巷子。若是公园设置的所在有问题，新店区中山里的里长讲，新北市政府的规划，一户在地古厝、门楼、老树、墓地拢爱刷规或者是消失。若是要起一座正罕的高的大公园，不如把原本爱耍废的古厝市场边扩起来，变做小公园较实在。这么多年来，他们倒是都没有来这边跟大家沟通，那也没有来现地看过哪些东西是适合保留的。可能因为对于规划人来说，他们可能对于植物不了解，对于历史文化不了解，那所以当然画出来的东西并不符合现在现有保留的一些东西。新北市城乡发展局讲，会设一个无伫咧住地区的大公园，是因为公园下骹按算要做污水处理厂，对古厝边变做公园的提案会纳入评估。因为这边部分我们地上是要做公园，那地下是要做污水处理厂，那污水处理厂的面积可能就是要比较大，因为它是要分担那个巴黎污水处理厂的能量。新北市政府讲，过去有办过说明会甲公开展览，迄当阵来参加的地主是无啥反对意见，是到尾啊才有文书工作者甲居民提出反对。即马要针对树丛保存的问题改变计划，古厝门楼是计划要刷去公园内底，座谈会部分即马是无计划要开。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蒋渭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对咱台湾的影响真深。台湾文化协会今年成立满100档，台中国立美术馆对20开始要举办展览，带乡亲对艺术的角度来了解陈丁波、林献堂一挂头人。今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满100档，台中国立美术馆按算第20展出进步时代台中文学的美术力的展览，希望台湾民众透过展览了解亲像林献堂这的艺术家、地方绅士、甲意见领袖，在日本时代是安怎透过赞助艺术对社会做出影响。他们当时在成立文协的时候，标举的就是不只是说要台湾团结，那么争取台湾的自治的能量。同时呢，他们其实启蒙了
台湾我们现在常常流行讲的叫做台湾主体性的一个艺术观念。这么多创作，加做台湾艺术历史建国过程中的知见，其中一笔李石桥画样雕家的家族像，在日本时代入选帝国美术展览会，进前拢是子孙来收藏，这摆嘛难得提出来展览。张图嘛，当初引起日本天皇裕仁天皇的注意就互报纸隔顿间就顶出来，这嘛互杨兆嘉深深的体会到讲美术的力量远大于伫个街头安尼用政治的安尼踮演讲搁较大。3个月的展览，总共展出159件作品，要向外界来传达。一寡文学的成事，毋若伫政治上有声势甲影响，嘛定定为美术界做出贡献。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轰动台湾甲国际，当时的信息传播、现场的转播，动员民众也是要寻求物资，拢是靠网络较济。学运过去了后，这几冬网络对咱公共事务的传播甲影响嘛是愈来愈深。严格网络对培养公民意识、民主发展有啥物款的影响？即嘛已经成做一个新的议题。2014年太阳花运动透过网络传播，整个运动真紧就得到各界回响。但是网络到底号召偌济人来参加这场社会运动？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佑成表示，会当伤过乐观。如果一个公民参与要参加，那你需要人到场嘛，然后做一些讨论那或者是甚至社会运动的话，你也需要到场，这运动才有力量。但是在这个键盘参与的部分的话，就是好像我在键盘上按了赞，我在键盘上转贴了文，我的责任就了了。那这个时候你好像反而会对于公民参与或是对于社会运动造成一个比较反的效果。林佑成指出，网络顶讨论甲遮尔热烈，若是实际上的活动无人徛出来参与，等于是空雷无雨。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网络的共温战相高，造成的对立伤明显，毋是乌就是白，意见无同的两边无啥讨论交流的空间。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就是说你还是要强迫自己去接触到不同意见的人。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公共事务，看到一些政治议题，你有一些想法，你应该找一个意见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无论他是网页，或是你的朋友，或是其他去了解，去强迫自己去接触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有讨论才会当有理解。林佑成建议爱培养耐心，莫着急发表意见。若搁讲到这几冬，因为媒体民主化，318过后，网络出现真侪专业主题性讨论的新媒体内容，网络传播风险未矮。2012年成立的 G0V 临时政府，伫318启动时，投入解决各种网络问题，顺利透过网络互资讯公开。G0V 发起人之一的艾帕也提醒，虽然网络当兴，嘛都要注意是不是有民粹的争议。被商业掌握的所谓的自媒体，或是被公权力掌握的这个小编文化，在带这个政策的风向也好，或者是在政党之间的这个舆论的风向也好，它可能就不是那么民主，就是真的 bottom up 的这个自媒体的力量，而是从有权有钱再回头看起来好像是自媒体，这到底怎么去分辨，然后再去找到问题，再思辨，再行动，这就会是一直要循环去民主进阶的一个过程。自从太阳花运动了后，大家开始追求资讯透明、公开政府的诉求。网络顶也有侪种声音意见、议题讨论，要安怎培养辨识的能力，让大家毋是干那被动接受资讯，嘛会当正做反映想法、展开讨论的创用者，嘛是这个资讯爆炸、新媒体大量出现的时代，民众当咧面对的新议题。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台南的诗人黄煞，本地是用华语在创作。6当前，伊改写台语诗。伊长久以来观察台湾红树林，抑个海景的实物，嘛甲写入去诗句内底，出版台语诗集。
用诗来凸显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支持甲感情。倒手边的水笔仔船的身边，我对淡水巴黎摕伊的泰生苗当来插去鼓掌。这阵由台港四侧的历史磅空，黄煞对相边的红树林足了解，这是伊的故乡，故乡的美景拢是诗。这是按台湾湾海边食物的故乡，红树林因兜。按入来因的厝内，找找诗的感情。66岁黄煞军人退休了后，捌做过四册大众庙等等4间庙寺的主管。伊笑讲家己是庙公，伊真关心台港生态。投入文史调查，以前创作拢是用华语写的。不过6当前，伊甲看守伫故乡经营民宿，就开始改写台语诗。伊会甲诗文作品搭伫个厝壁。安怎写嘛袂超过李白、杜甫啊，所以我6当前较决心，爱来用台语写作诗，写作有感情、有生命、活认认的艺术。海水若伤咸，路面就爱不时流汗。盐对目睭加染出来，滋味才有滋味。除了海家东，黄煞甲台湾5种红树林，阁有侪侪海边的食物写入来这本《马芬芳诗集》内底。俺拢知影松柏长青，唔知影木马黄青白啊伫海边，咧保护俺海岸线袂国土流失，海岸线不会崩溃。对黄煞来讲，台湾这块土地一切拢是诗的灵魂。事物写了，伊阁写台湾的地理、人文，刷落来阁有野鸟。伊毋茫会当写出阁较侪有感情、有灵魂的作品。记者陈嘉文为做台南报道。在地看煞，甲镜头来去国际。古巴是拉丁美洲唯一有在调自主研发新型冠状病毒预防剂的国家，伊嘛有摕到 WHO 的认证。即马因研发的预防剂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最后阶段。若准成功啊，古巴疫情就法度控制啊，嘛会使靠卖预防剂来救经济，甚至会当推出去古巴佚佗顺续做预防剂来拼观光。古巴东南部海华都市圣地亚哥诊所内底志愿民众咧做测试中的新冠病毒疫苗，对国家研发的真有信心。Es lo menos que puedo hacer, brindar mi apoyo para ver si logramos que esta vacuna。古巴长期受美国禁运制裁，又要甲疫苗配方真歹摕到。早就为老卡斯厝集前的1980年代就开始自主发展疫苗甲生物科技。首都汉瓦那的芬兰疫苗研究中心设备不如西方好，暗过技术真先进。肝癌、脑膜炎、肺癌疫苗甲8种囡仔预防疫苗拢自产过外销。即摆研发的4期新冠病毒候选疫苗，伫拉丁美洲是唯一得到世卫组织认可进入临床试验的国家。未来甚至应推出疫苗旅游，招外国游客来做疫苗，可享受岛屿度假之乐，为古巴用要帮害的经济困境来解脱。Con esta vacuna que va adelante, Soberana 2 ya se están haciendo análisis de capacidades productivas. Por lo tanto, ese reacomodo de nuestras capacidades nos está dando que tendremos una capacidad estimada de unos 100 millones durante el 2021. 古巴去年11月开放国际航班入境了后，先一波疫情欠悬，逐工新增加确诊破千人。首都汉瓦那这个月暗时9点到隔天5点宵禁，都市边境封锁减少国际航班，已经旅客爱采检，各强制自费隔离5天。
古巴经济拢靠观光，疫情冲击加上川普时代新制裁，已经互经济限制顶阵了后上困难时期。去年 GDP 减少11%，粮食甲日用品物资是真欠缺。当局推动货币甲经济改革，依然是无法度解决。在这情形下，用疫苗来解套，中期经济趁外汇是全民的愿望。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英国伫今年元旦正式脱欧。英国发行的通报护照，即卖因的效力的范围嘛大大纠水，所以英国人若是想要带动物伴做伙猫仔狗仔做伙去欧洲游览佚佗，就要先摕到动物的健康证明，并且费气费达。就甲咱同款，狗仔旅喜真期待下一撮放假旅行。啊，毋过住伫英国的伦敦，即马想要拍照，面对的阻碍，毋是只有疫情封锁的措施。英国脱欧过渡期伫2019年12月30日结束，原本效力包含欧盟的通报护照，也无遐尼够力，只有伫英格兰、威尔斯甲苏格兰地区有效。今年1月7日开始，英国人带通报狗仔或者是猫仔、沙雕，想要去欧洲的附近国家，甚至是到北爱尔兰，除了爱先做小狗病疫苗，还佫爱另外向手机申請健康證明。I travel frequently. Pre-corona, I was probably travelling every week, and it used to be very easy with the dog. I was able to just hop on a plane with his pet passport into Europe or wherever without a moment's thought. I know that with the new Brexit regulations, the pet passport that was initially his access to the world is no longer valid, and to get outside of the UK, he requires a health certificate, which I need to have every time he travels, validated by a vet within a restricted time frame. 想要早通报旅行，爱伫出发10天内申请健康证明，有效期限只有4个月。瑞比卡的怨叹，疫情已经大大限制旅游活动。脱欧了后的通报健康证明才申请流程，互旅游复杂程度各提悬。不只是通报狗仔，训练来帮助人类的辅助狗仔也适用新的规定。啊，不过感觉真麻烦的，不只是主人，对兽医来讲，发出动物健康证明，代表爱做更较侪工作。Since January 2021, it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cumbersome and time-consuming to travel with your pets into the EU. We've gone from the simple pet passport scheme to this, an animal health certificate, which is a really long document that you have to go to your vet every time you want to travel. 因为即马游玩是伫疫情期间根本无法度出国旅游，桑托斯表示，实际上整体流程的复杂程度，恐惊短期内底也阁真歹有果。可能请英国主人爱加注意相关的规定，才袂因为准备无够败兴转去。公视新闻林孝如评价。来关心比特币的介绍，对去年11月份开始就开始起啊。1月份的时是头一摆起到5万块美金。罗西亚西伯利亚的布拉茨克这个城市，因为伫的所在真寒，水电佫俗，所以吸引比特币挖矿的公司拢刷去遐设侪侪电脑数据中心，也毋过运转起来是真了电，即马嘛互批评无环保。俄罗斯上大加密货币挖矿公司 BitRiver 伫莫斯科4000公里远，并天设地西伯利亚城市布拉茨克市。设立一座100兆瓦的数据中心，替美国、欧洲甲日本的挖矿客户提供服务。Температура здесь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5, ч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для работы майнингов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так как оно в процессе работы нагревается порядка от 60 до 80 градусов, то ес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охлаждение. Климат здесь для этого подходит. Здесь порядка 8 месяцев, здесь зима. 比特币的生产全部拢是靠电脑处理区块链，或者是集成货币数位交易记录，需要高效能的电脑加庞大电力。所以大细袂出敢若是飞机机库的大型运算中心，拢是设伫咧冰岛、加拿大、中国北部加俄罗斯这寡现代国家。比特币的介绍，伫去年11月起3倍，到今年2月是第一遍超过5万美金。不过，愈侪人使用，就会使用愈侪高效能的电脑，另外的消耗当然也得增加。比特币的挖矿上互人批评的就是正商店无环保。英国剑桥大学所做的研究推算，若甲比特币看作是一个国家，伊用电量伫咧全世界会排第30大。
一年用的电甚至是超过阿根廷贵的国家。对此 ，BitRiver 强调，因的电力有90%以上来自绿色能源，数据中心设立的地点拢是能源伤过侪所在，而且伫附近拢有可再生能源。И оценивается в 6% в целом майнинга криптовалюты, майнинга биткоина, то на Братск в России, я думаю, приходится, я бы сказал, от 1/4 до 1/3 этого процента.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咱台湾各地拢是好天，但过礼拜日就要变天哦。有冷空气会落南，强度是瓦紧带入冷气团，所以伫后礼拜一、拜二会反寒，低温存12度尔尔。提醒乡亲，厚被、袖袜、寒天的衫先唔好收。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中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东部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到24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亲顺心，咱再会。